驚唔驚喜？當初3萬幾都要置入嚟嘅龍悅軒小區，而家打5折出售，我哋一齊感受下。當初興文路最高點嘅樓盤龍悅軒單價需要3萬蚊左右，南北對流嘅大戶型，而家打5折就可以擁有佢啦。我哋一齊嚟感受下。入嚟呢個位置，之前我哋可以做個房間嘅，而家唔做房間就形成一個好大嘅客廳，仲係南北對流嘅戶型，兩邊嘅望出去嘅空間樓間距都非常闊嘅，同埋佢啲小區花園非常之正，兩邊都係望正小區花園、水池同埋游泳池，所以住起身嘅話又安靜又舒適。北邊餐廳位、廚房，同埋北邊呢邊嘅視野仲靚。望正小區游泳池，朝早坐喺呢個陽台飲下茶，望下呢個小區花園，相當的舒服。呢邊就係我哋嘅休息區，形成南北對流嘅3個房間、2個衛生間，我哋可以感受下。最重要，佢之前啲價錢係非常之貴嘅。而且呢個小區特別嘅山，而家只需要5折左右嘅價格就可以擁有佢。如果有關注興文路次新小區，可以講係最高端嘅樓盤。如果有3房、4房嘅意向，一定要嚟留意下睇下呢套，性價比美麗。有冇需要朋友，歡迎隨時聯繫，多謝。